兄弟姊妹平安，咱进入台港节第二主日，今日用备班信心来迎接主的降生。咱来锻炼101首，圣诗101首，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歌词大概无啥物困难的所在吼，咱来吟第一节。 欢喜，学老来吟诗，顺下的将母主的情白诗，天顶一大人群，好变我的主，只是这地作为降临。 为伊，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顺下的将母主的情白诗。咱过来看一首480首。 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咱右岸吟第一节就好。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那阵日天。 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应保惠，随我前去。但我的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小做功劳。但我的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小做功劳。 请咱备办心来礼拜。恁着学老耶和华，着伫上帝的圣所学老伊，着伫伊关灵的穹窗学老伊。见若有喘气的，拢着学老耶和华，恁着学老耶和华。咱来唱歌学老上帝。圣诗第101首，圣诗第101首，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大家大
原徛伫，咱来用许多圣经，过来告白咱的信仰。许多圣经咧信息的头前有来，咱开始。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岁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右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来，会众请坐。咱来教读启应文第35篇，启应文第35篇，伫咧信息后壁面，51页吼，无53页。启应文第35篇，对以赛亚55章来的，我来启，请会众来启印。既若恁喙焦的，就来就滚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吃。来呀，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奶。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得的面。啥事着无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面。得着享受优甜，互心欢喜。着趁妖花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困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规晚妖花，伊要怜悯伊。规晚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变行赦免。妖花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就是论得土地，互地上发芽结实。互野种的有种子，互食的有美牛。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食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幸福。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因带平平安安。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田野的树木拢要搭手。青白发青来替草刺。光念树发生来替节离。这是要做妖花的名的纪念。这是对话简读。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真欢喜来到你的圣殿，调祭你、学乐你、敬拜你。伫过去的时日，阮若有做毋对的，请你原谅赦免；阮若做得好的代志，请你接纳。阮要继续保持来荣耀你。你是阮的创造主。一个救主耶稣诞生的节期，愿知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有丰盛的主爱。我要谦卑来顺服你、尊重你。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也是真理甲活命的道路。求你加添阮教育的信心，互我有勇气来面对未来。互阮有你仁爱怜悯的心，互阮会听厝边亲像家己，使阮有坚固的心来对你。毋管怎样，我拢要信靠你，尽忠跑走你欢喜的道路。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啊，你亲像真光进入阮的性命，互
互阮无搁点伫黑暗中失迷，是会找到永活真理的道路。求主帮助阮，无袂记得你的疼，愿你的能力伫阮的身躯显现，互人看见阮，就看见你的光。愿你的降生带互人有平安，愿你的救赎带互人有盼望，愿你的荣光尊贵直到万世代。也求主赐福今仔日的敬拜，互阮有一粒安静的心来领受你通过田牧师所要互阮的信息。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愿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咱要请诗班来学咯。诗班今日要写的诗是希望、平安、喜乐甲疼。
希望亲像即火，暗暝发光明，平安带来歌声，春节搁响亮，喜乐带来愿望甲祝福，疼痛亲像保佑，美丽搁归去。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今日要看圣经有2个所在，头一个所在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4章第10节到11节，第2个所在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段第1章34节、38节、46节到47节。咱招报后壁面嘛有登录，咱会当斗阵来看，我来读。出埃及记第4章第10节，摩西对耶和华讲：主啊，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的了后，也是安尼。我是喙齿钝的人。耶和华对伊讲：创造人的喙是水啊，互人下到草耳人目睭金，青面的是水啊。惊毋是我耶和华吗？第2个所在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段第1章第34节、38节、46节、47节。34节，玛利亚对天使讲：我未有嫁人，怎样要有这个事？38节，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天使就离开伊去。46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愿主祝福听伊话的人。咱今日要请田牧师来甲咱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效法玛利亚的预备心，请咱恭敬来听。大家平安。听讲，伫台顶的人喙暗会当拔起来，所以我欢喜啊，因为会当看到我的喙，因为已经规半年喙暗挂掉咧讲道，迄足无自然，因为查某人拢会抹胭脂啊。阮查甫是袂抹胭脂啊，所以你管怎抹都无效啊，就喙暗甲你挂掉的。所以我会使拔喙暗，我就足欢喜安尼。三甲来祈祷，是阮的爸，阮的上帝，感谢你的听。2000多年前，你出世伫伯利恒，虽然阮离开迄个所在、迄个时间真远。总是2000多年来，愿期待主搁一摆出世降落伫世间。当阮欢喜耶稣2000多年前道成肉体出世，为着阮受苦顶受过救赎的功劳，今日愿进入抬杠节，愿继续期待准备，愿你。道成肉体，圣神伫阮的中间，将今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若到伫抬杠节，咱头一个看到就是长老教会这几十年来，不只注重伫抬杠节，因为讲台典管会点蜡烛，我会记得20-30年前，我伫树东教会迄阵咧牧会，第一摆伫讲台顶点蜡烛。迄早起讲道的礼拜，第2礼拜我甲问讲，顶礼拜牧师讲啥，拢袂记，干那甲我讲讲台顶管有蜡烛咧倒。讲规部呢，敢若看到讲台顶管有蜡烛咧倒。长老教会会友诚注意，因为讲台顶管你若有一寡装塔，特别是这平常毋捌的，你会足趣味，会足敏感。
我早起来，我搁特别甲黄牧师讲，恁的蜡烛，这是旧型的，啊，照细支的，像足侪狗的换大支的，吼，足大粒，啊，足有洞，迄洞咧，讲几啊年啊，毋是4礼拜尔哦。因为即种的吼，老实讲吼，2礼拜都爱换，因为会叫用到下面的，啊，就搁换一支新的，啊，所以点蜡烛对长老教会会友来讲，新啊，搁再咧有一个期待，上顶的台顶有一款物件。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讲是足期待。即几年特别都市的教会，我毋知。过去咱差不多早前的基督徒拢有一个印象，圣诞节绝对都爱报佳音。因为都市的教会要报佳音吼，对都市特别住伫迄个讲社区的来讲，真费气。为什么呢？我会记你。伫天母咧牧会的时阵，一摆报佳音是伫14楼，啊，阮伫楼骹中庭，哀偌大声呢，结果楼骹的人所有的电话拢讲吵死啊！伊半暝共报佳音，啊，这袂使咧，啊，电到红麻呢，啊，竟果不怎安怎，电梯坐去到14楼，因兜门口。啊！伫个电梯外口，伫因兜的门遐唱歌。都市老实讲，报佳音，老实讲，扰民啊！所以足侪教会就改，去百货公司，去车头，啊去迄个寿衣路口，变做街外报佳音。牧师啊是林牧师，是我民权教会出身的。是若先做传教者，伊应该有即个经验。我捌伫大平拿捷运站伫遐报佳音，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祭期，也是年头到年尾咱的准备。进入抬杠节，顶礼拜咱第一支蜡烛，咱咧期待5万；第二支的蜡烛就是。准备信心，所以今早起的题目就是玛利亚的准备心。免做准备心？这个我要对哪里啊？换页。我看2次都不行。哦，你们的可以。可是没换页。可是没换页。没有动。好，你们这个好像没有电池是不是？要换。有了，好来，开始。开工第2主日。咱咧点第2支蜡烛，上顶准备信心，迎接今年圣诞节。请问准备好未？你一定讲准备好啊，因为有圣诞大餐，下咱建成，阁有迄落摸彩，足歹势，旧年来共摸一个大奖转的。好，我一直甲牧师娘讲，今年吼。咱都要摕一个礼物来献人。伊讲人若有甲咱邀请，甲讲，直接共讨啊！伊若阁无甲咱请吼，迄若足歹势安尼哦。迎接圣诞，你准备好未？对圣教队来讲，错咧等。为什么我安尼讲？建成可能无问题啦，因为有会长老甲长老娘一个指挥，一个咧唱歌，安尼绝对无问题。因2个都有够安尼哦。毋过，圣歌队今年，我毋知咱的教会
普通拢9月底、10月才开始团练。为什么？因为今年足慢，5月开始无代无志3级，到8月父亲节才开放变2级。真趣味呢！今年咱大家拢袂记了啊！母亲节过了，戒严3级，父亲节开放。哪有遮拄好安尼？算啊，足准的安尼。我8月初8，今年礼拜日去一间教会讲道，伊甲我讲，牧师，阮恢复实体礼拜，所以迄早起毋是录影的，是实体礼拜。我一入去甲看了讲，这无10个啦，因为没法做，规定安尼没法做。阁因为雄雄开始开放实体的礼拜，无习惯。这段时间长老教会的统计，咱的会友参加实体礼拜，差不多流失2成，毋是流失习惯甲厝的做礼拜。为什么呢？我伫阮兜碰遇头前做礼拜，牧师看袂到。我啉米露配土豆，你拢毋知，莫笑啦，你拢知咧啦。所以行来行去，牧师讲道，我开始无爱听。所以实体礼拜袂使啦，实在坐啊乖乖啊。你若是视线顶礼拜会足好诶，看不到。线顶礼拜阁有一个好处，你知无？免奉献。我请问你，伫线顶礼拜敢有咧奉献？即阵开始要奉献，奉献底下袂夹到恁兜去啦，所以免奉献。就变到这线上奉献，迄号做有也好，无也好啦。线上奉献乖乖去线上奉献足少的啦。所以变到做礼拜人数减少，奉献减少。但咱的台湾足好的咧，逐工都家人回娘家，拢灵。虽然以外国入来、境外入来，足多会惊呢。即阵看即种新的疫情，迄种突变了后，你会变做啥？会惊呢，愈来愈惊。早起我向看电视，我惊一个，讲报告讲咱台北有人已经拍4针啊，打4剂啊。咱若注2剂，咱就足够啊。打2剂已经很棒，竟然有人注4档，我足烦恼呢。伊个混打，混打个4种种注，迄做药量伤强，我毋知影讲伊毋知站得调站袂调呢。所以即种疫情人会惊，咱进入抬杠节，咱咧准备整个世界。陷落伫一种疫情、经济危机、景气足歹。老实讲我毋知影恁的看法安怎，愈来愈多迄个店面拢铁门关起来，外口搭一租，是卖，就是无咧营业。所以伫遐失业，甚至忧心明仔载要安怎，明天怎么办？所以其实这正就是咱迎接圣诞节上要紧的功课。主要说为着咱来出世，基督徒减毋免为着今日的台湾来出世嘛？你为着台湾，你奉献什么？你会当贡献什么？咱要今早起，咱要学玛利亚准备迎接圣诞这种的准备心来，互咱做学习。今仔日咱就要借着所读的新约的圣经，特别咱伫新约圣经内面，咱会当看起路加第1章内面所记载34节、38节、46节到47节。足多人讲，这段叫做玛利亚的信仰告别。尊主最大，咱甚至讲
圣母颂等等。那么来看玛利亚对敬兄到顺服，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无袂记哩，就是咱拢活伫敬兄。有一句话讲，台湾人好做惊死，有影台湾人足惊死。迄讲一个囝生几个囝，所以伫即种的下面，咱会惊兄，总是要变做顺服，无简单。这段时间你老咧注意，除了头拄仔咱讲，种已经开放二级，伫台顶，是演讲，甚至讲会使唱歌，拔喙烟等等。你今日你去公共场所，你咧坐大众运输，你咧坐遮个交通器具，咱也是乖乖带喙烟呢。咱足顺服呢，因为安怎？咱惊罚钱啊！吼，大家人惊死都惊罚钱。若讲到罚钱哦，好啦，国不将啦，蒙挂，迄叫做蒙挂。其实带喙烟是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玛利亚，上帝拣选，尊主最大。多谢建成教会接纳牧师林牧师，阮民权教会出身的，这都爱甲咱讲谢多谢。因为你也看去第一代的基督徒读神学院，两个毋是做伙读神学院，是牧师先读，因为迄阵要读神学院，都爱牧师写推荐书。我就去写推荐书，就送出来。我的印象毋知过一两档的款呢。雄雄林牧师二结牧师讲，牧师，请你甲我写推荐函，我要读神学院。我目睭偌大蕊的，我讲恁哪条读神学院呢？伊讲我若要读神学院，人是夫唱妇随，伊夫唱妇随呢。真趣味呢！伊讲要读神学院，我袂使无甲签呢。吼，一直想办法要甲读。第一个，我敢若甲问讲，你经济要对倒位来？经济要对倒位来？我印象足深的，伊敢若甲我讲靠信心。吼，我刚才听到一句话吼，我规个讲哪有遮有信心啊？信心，有影？上帝得甲因带，真正伊就安尼去读神学院呢？伊阵阁有囡仔，后来你读神学院，两个接触伫神学院的生活、毕业，做传道，后来两个拢伫咱建成项目。我迄天悄悄甲咱的中职讲，甲阮照顾上少就亲像我伫一间教会，上少拢10年以上。一个长老甲我应讲，你放心啦，带到70岁。我讲恁讲的哦，嘿，恁讲的哦，无到70岁我替恁哦。所以你甲想看觅，一间传教，一个传教者伫教会咧侍奉，得到教会伫遐来接纳，搁伫遐共同努力拍拼。建成这两字足趣味，建成这两字足趣味。当我看一篇文章内面，伊写讲要建立一个讲同心合一的团队，建立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建立讲建立。正做建立成为，就建成就走出来哩。建立正做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就建成啊。所以咱的教会是正做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愿上帝祝福咱通过今早起这段圣经节，咱要三角来想，这个玛利亚安怎咧准备心耶子救主圣诞。头一句话34节，
感谢上帝，咱的周报后壁有台语的圣经伫遐特别写讲，玛利亚对天在讲：我未有嫁人，怎样要有这样事？这足惊吓呢！今日咱若听到这个消息，咱也会着惊。为什么？我未嫁呢？啊，开始哪有这样代志会伫我的心中？所以，这个整个来讲，《路加福音》的记载，有一天，上帝差见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的家，26节到34节，这段圣经在你等下读。天使甲玛利亚讲：“蒙恩的查某囝，甲伊请安，主甲你三个伫咧。”然后就甲讲：“你要发生这样代志。”玛利亚的回应是：“我也未出嫁，我还未嫁呢，免哪有可能有这样代志？我也未嫁呢。”你影是想诶？今日这个惊天动地代志是还没有出嫁，怀孕哇！世俗人一般的风俗习惯，甲人有心。甲人乱来，所以这种的风波，你要安怎？异样的眼睛开始甲你看，指责骂，哪会安尼？所以我变他回答：我也未出嫁，免哪有这样代志发生？你看怎么？这是头一个反应伫玛利亚的身上。后来，当玛利亚发生这样代志的时阵，伊伫厝内。天使甲伊请安，心中惊讶，这足自然。一般的经验，天使带来消息两种，就是警告、歹消息或者好消息。要好消息，咱一般的生活咱拢知啦。要好消息，好多正拼咧，普通拢是歹消息较多啦。所以，这种警告、歹消息会惊。绝对会惊，天使出现，所以你甲看咱大早所读的摩西出埃及记，伫旧约摩西受呼召去见法老王的翻译。你等下留时间，你也看第3章、第4章，包括咱所读的这个出埃及记第4章最后，摩西来一惊，摩西来错咧等，因为上帝甲讲，你要带我的百姓出埃及，好。我什么人啊？你叫我去带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无可能，就不过就去见法老王。所以伊会惊。总是你甲看4章第11节的时阵，上帝安怎甲摩西讲？创造人的嘴是之水啊，互人下到草原人目睭金青眉是之水啊，敢毋是我耶和华嘛？你咧惊啥？上帝的主权是我上帝。摩西足够的，伊先甲上帝讲：我嘴钝啊，我袂晓讲话啊，我含慢啊，这咱上够。牧师啦叫咱做啥物代志，我袂晓，你叫别人，我袂晓，这种事啊，较伫下面讲，做迄毋知啥物会长的，比我较差，我叫你做你毋做你。唱我迄什么歌，我的声音比伊较好，足奇怪。咱足多咱拢摕，咱拢伫遐，这毋是谦卑呢，这毋是谦卑，这第惊提示。摩西来是安尼，上帝甲讲：你带我的百姓出埃及啊？无，我袂晓讲话，我含慢，所以上帝耶和华甲讲。敢毋是我耶和华嘛？所以伫即种的下面，你会当看见咱安怎咧侍奉上帝。当玛利亚听见天使甲伊请安的时候，我也未出嫁，怎样有这样代志？这句话会当理解一个无出嫁的查某囡仔面对这么大的责任，难免心惊呀。玛利亚会当安静默想反复
伫遐思想听候无简单。基督徒伫生活中间上要紧就是安静默想。请问，以5月开始到8月，全台湾3级的中间，好，咱足主动的，咱足乖的，咱拢真正安分守己，咱伫遐半风声，所以足侪时间，咱开始伫咧厝，又唔敢拍走，唔敢乱输出去，因为咱有足侪时间，咱咧听候上帝旨意、上帝带领，搭伫咱学习，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你偌久无安静，你偌久无伫迄个所在甲主见面。所以头前咱要想的，玛利亚的准备心，伊伫遐听见天使甲伊请安，我还袂出嫁，免奈有法度拄着这样代志，总是伊心安静，伊伫遐思想听候上帝旨意。好来，第2句话，38节，足注意，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甘愿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成就，就是顺服。”基督徒一个特色就是照主你的旨意，天父愿你的旨意得成。咱会记哩，耶稣伫客西马尼园的祈祷，爸啊，若是会当将这个苦杯离开我，总是搁转来迄句话较要紧，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爸上帝的旨意，顺服。所以玛利亚既然知天才甲伊讲，上帝要伫伊的身上显出这种的关联，这种的荣光，所以变做圣母玛利亚，还未出嫁怀孕，所以我是主的女婢，愿意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身上。当玛利亚听见天使加百列的请安消息了，应该是惊呀，总是会当讲。伊愿会当讲袂使啊！你要找别人啊！我无法度啊！这样代志莫伫我的身上啊！总是你甲知，伊欢喜顺服，这是一个值得咱的心中，咱的学习。照你的话伫我的身上，照你的话，上帝旨意要用你，上帝要。经历成做伊的器具，你安怎来顺服？伊将天使的话一直想，留遐的怎话？上帝的话伫咱的心上，你安怎来想？我定来甲信徒挑战这样代志。咱有当时啊，伫做礼拜，咱会吟诗、读圣经、看今日的金句。请问，顶礼拜讲道的题目，知影的人请举手。会举手足怪啦，无知顶礼拜牧师咧讲道的吼，你敢若早就袂记了，伊才出去就袂记咧啊。后来，咱今日咧做礼拜，大部分拢留伫即个时间尔，即个点，即个出去就无去啊。咱的信仰信心是安尼。咱的信仰信心是安尼，请问玛利亚拄着这样代志，伊第2句话讲：“愿照你的话成就成伫我的身上。”所以伊反复伫遐反复一直想，加上加百列天使甲伊讲伊的亲情伊丽莎白，天使伫遐甲伊讲你的亲情伊丽莎白。年老怀孕，你是也未出嫁怀孕，你的亲情是年老怀孕，这种无简单呢，这种惊天动地的代志呢。出伫上帝的话，无一句无大亏力，伫上帝无恶正的事，所以谦卑顺服，这种的态度。正做伊历代上出名、互人尊敬的老母，咱讲圣母玛利亚。另一个姊妹，
你安怎咧学习即个准备心即个玛利亚？值得咱伫遮来讲，伊除了讲这样代志，着惊惊吓，总是欢喜成就来伫伊的身上。所以玛利亚知影讲，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甲你三个字的。哦，这足要紧，以马内利的上帝。无搁惊吓，日后检查伊会碰到种种的困难，甘愿照主的话成就，甘愿忍受各种的艰苦。今日基督徒伫准备天后圣诞节的时阵，咱常常伫遐天后白白礼物、白白恩典，总是你咧天后别人的祝福、别人的恩典的时阵，咱是毋是有亲像玛利亚？准备一个正做上帝的器具。较常咱的教会，拢伫年底会办一个叫做事工研讨会。事工研讨会煞就是准备期待新的年度开始，甚至是新的年头，咱有各干部、各团体、各负责人的就职。就职就是伊开始要誓约今年一年久。要继续伫团契顶面来迎神益人，所以咱是毋是准备好？咱要领受正做上帝所要用的器具，互万百姓得到福气。所以这是第二项38节玛利亚互咱学习的第二项。第三项就是第46节，这句话正做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信仰告别。尊主为大，尊主最大，我会能用上帝，我的救主最快乐。尊主最大，阮做牧师的人常常去探访会友的厝，伫个咱的会友的厝内面，咱家庭内面，咱拢会挂一块匾，叫做基督是啥？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捌悄悄问一个会友，我讲恁冤家的时阵是倒位冤？我伫即个匾的下面，伫即个匾的下面，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点坐伫迄个匾、迄个牌匾的下面，伫遐冤，你一句我一句，冤啊歪个个兼记错。我甲人家问讲，你迄个匾有甲变过来？如果想到来变，你顶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你叫冤，什么人是主？咱基督徒足注意呢，上帝敢若迄上帝，我上大，所以伫迄个所在，基督是我家之主，迄个都挂喺壁啦。挂喺壁的就是咱的信仰是安尼啊。所以我心尊主最大，我会用上帝，我的救主最喜乐。这是一个值得咱参加学习。当玛利亚出发。去找伊丽莎白，伊请安的时阵，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可以伫迄个所在，你会能看见伊丽莎白甲伊讲一句话：你是妇人人的中间上有福气，你所怀孕的胎有福气。玛利亚听伫伊的耳孔内，坚定伊的信仰。路加第1章39节到45节，所以你会能看见伊的亲情来甲伊祝福。伊的亲情来甲伊请安，所以当玛利亚安尼的时阵，伊知影讲，虽然惊吓，总是欢喜顺服，上帝的话成就伫伊的身上，我尊主最大。后来，搁再来就是伊的信仰告别，我心尊主最大，尊主为大。所以咱看见玛利亚的惊吓到顺服。多谢圣歌队用希望、平安、喜乐、甲疼。这个时阵，咱更较需要人有一个希望，人有平安，甚至喜乐、欢喜这种的疼。基督徒绑定第一句话，拢讲平安。头拄我起来，我讲平安。咱的回应就是平安。总是讲真正有平安，病咧真久咧，寒要死，
是迄个冰的寒，还是真正的平安？平安。我会记得我伫新店民权牧会时阵，有一天会友来甲我讲：“牧师啊，只有咱袂使讲感恩。”我惊一个，我现在袂使讲感恩。伊讲哦，迄主席咧讲的，我主席咧讲，因为我大坪林附近有一间慈济医院，啊，主席吼，伊若帮着拢我感恩哦，伊个加字哦，咱无哦。啊，因讲感恩啊，所以咱会友前来甲牧师讲啥，咱毋好讲感恩啊啦，迄主席咧讲的。我敢若甲应一句话，我有一天伊甲你画平安，即阵真正因有人画平安哦，我捌听过哦。平安，我请问，连平安咱也免讲啊？有影？迄主席咧讲的，即种的话，遮好的话，啊你毋用，啊别人捡去用，啊你能惊着？平安哦，无平安啊，心郁卒啦，因为我咧想讲。明仔载股市要搁开市啊，啊毋知要搁落几点啊，哪有平安？啊明仔载毋知要冷到什么程度，哪有平安？啊所以你会惊，你会伫遐紧张，所以尊主最大就是顺服上帝，你主权，你因带带领，你要因为尊主最大。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用喜乐的心迎接救主降生。如果一个人有智慧和基督坐伫你生命的驾驶座，毋是你咧驾驶了，上帝甲你三个伫咧，主咧引带，你欢喜互上帝引带，你就袂惊呀。伫人生的道路靠主得胜。所以，伊的生命绝对会结出果子。约翰第15章第4节，既然伫耶稣基督结出好的果子，因为树甲枝的关系，请问你的生命是毋是有真正喜乐，或者欠缺福祉的心？年底，咱较常拢会决志，感恩节拄过了，就要迎接圣诞节。圣诞节阁无偌久。无到一个月，咱要搁54321，咱要搁迎接2022年。啊！你新的年开始，好，决志，我明年绝对要为主着磨，无几日空空。我来讲啊，10天尔啦，一礼拜尔啦，头一礼拜好，心热勃勃，好舒风，交代好什么牧师对我有责。我2礼拜过无去啊，3礼拜免，毋知看，毋知走到倒位去啊。所以咱的侍奉，定定虎头鸟鼠尾。伫人生的中间，我定定甲少年人，啊，我拢有鼓励因讲啥啦，写日记，写日记，因为要写日记足好啦。啊，日记本吼。普通咱迄本日记吼，普通拢是头前一礼拜会写尔，所以后壁340天差不多拢无啦，拢空白，哦，一话拢新新啦。啊，第一天好写差不多 A4的字页，第二天剩2/3，第三天剩一半，到一礼拜过，或者点，甲人共款，共款啊。点，啊，都甲人共款啊，免写。所以咱的人生若是安尼，你要安怎伫遐讲尊主最大？信仰是一直进步，信仰是尊主最大。亲像玛利亚大声讲：“我的心尊主最大。”结论来讲，大降节就是咱要准备心听候。耶稣的出世，玛利亚已经为着咱留足好的典范。今日上帝要经历，正做这间教会，合作应神益人的器具。咱要继续上帝使用你，甲牧师、甲长执、
甲团结，三个同工兴旺福音，互万百姓这个福气，你愿意吗？今年的圣诞节，你要用什么来献给上帝？三个来祈祷。神的爸，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互阮安全到伫主你的面前。主，我知，当2000多年前，玛利亚领受这种的信息的时阵，伊会惊吓，伊伫遐讲太多有这样代志伫伊的心中，总是伊随时讲愿主照你的旨意伫成伫伊的心中。毋然呢，也信仰告别讲，我是尊主最大，愿阮学玛利亚这种准备心来迎敬上帝，迎接救主圣诞。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田牧师的正道，咱来唱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信诗第480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480首，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咱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服侍，请咱大家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
起哩，咱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咱来进行公道的时间。哦，咱要为着咱周部看咱周部内野，咱有大道的事项。教会仪常是宣传正信道，万民该祭司。咱第一项为着咱的机体，需要调用的金主、回音、王兰、丽水、雪音、甘基、零零、米子。例会议梅、道椒、会中、信雄、以乐即寡兄弟姊妹，啊，搁福建的赵明、树君、李美、千惠的爸爸即寡兄弟姊妹，啊，搁会欣的秀良姐啊，啊，在化疗的毅力甲杰伟爸爸，啊，搁有皮肤炎的以乐同学，啊，搁血栓的惠良，啊，搁做艺来的开华，咧怀孕中间的心如，啊，搁大肠炎的。夫源吼，咱为着因来祈祷。第二项，咱为着咱12月19号圣诞的赞美礼拜，啊，搁团结联合庆典，啊，搁有咱迄天下晡社区报家因为活动，愿主保守，一切拢会当顺利。第三项，咱为着咱全球防疫的政策、大海的安全，咱的全民的公道，求主来护佑掌权，请咱出声来祈祷。阮伫天里阿爸爸上帝啊，感谢你，无论伫日时、暝时，拢咧看顾阮。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若有欢喜的事，阮会来感恩、懊恼、分享。但阮嘛有辛苦、烦恼的事，请你除去阮的不安的忧闷，医治阮的鼻痛，照顾阮的家庭、工作、事业。因为你是阮闪避的所在，你会庇佑阮脱离苦难。阮教会未来有庆祝圣诞的活动，啊，甲社区报家的时间，愿主你保守看顾，也为着阮全球疫情的控制、年底的公道，求主护佑带领。亲爱的主啊，你是听祈祷的上帝，就你听阮众兄弟姊妹同心合意的祈祷。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
光临永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要来报告，在报告头前，阮先来介绍今仔日的来宾啊。今日有一个陈科豪，叫陈科豪弟兄，请站起来啊！幼梅姐的朋友，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希望大礼拜拢会当看到你哈，欢迎你来参加阮的聚会。过来就是下周的圣工，咧有周报内底吼。咱家己看吼，咱来看咱报告的教会的消息。第一项，本主日是大港第二主日，由青色妇女团契代表，咱来点咱第二期的预备信心的蜡烛，用生命见证主恩，为主预备道路。过来第二项是12月19号，咱会举行圣诞俄罗礼拜甲团契联合庆典咱团契会长爱对今仔日爱交节目的内容，甲你所需要的时间，咱会当安排咱会个礼拜中会举行圣礼典，若要洗、要受洗、要捐圣礼，兄弟姊妹会当向牧师来报名嘛，请甲各位主内兄弟，咱会预备家己甲主来同齐。第三项，12月19号下晡4点，咱会举办社区报佳音的活动请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参加。结束了后，教会有备办火锅若要参加的，请你到1楼的柜台来登记。第4项就是各团契。爱伫12月19号，所以即天最重要的足侪代志。爱提交2022年1月到3月的事工计划甲服侍的排班互干事来会诊第5，咱教会有台顶迄圣诞歌啦若需要的人去柜台登记。到今日为止第6项，咱教会嘛有备办2022年的月历。原则上是1号1分啦咱会当柜台登记来领。搁第7项所在，牧师会过来甲咱补充报告都对咱对明年开始，2022年开始，本堂的奉献编号甲奉献证明要取消联合入校，就是讲一人一个名啦，改做个人独立入账的方式，请大家来配合咱教会安尼，咱教会财务的作业系统会当搁较完善咱对今摆开始就会试办明年就开始要这样子来做了那牧师要再补充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其实第7项咱顶礼拜就有讲过我想兄弟姊妹大家应该有了解。那若无讲介了解，当含咱的小会员来个进一步会当来解说，就是礼拜了后，你若对第7点无讲介了解的兄弟姊妹，你会当牧师，迄就是小会员来问咱拢会甲恁做一个真好的解说。牧师特别爱补充就是今仔日实在真多谢陈牧师和牧师娘来到咱建成教会，因为今仔日陈牧师是互我硬口来啦，硬口来要安怎讲咧？首先我是真含因真歹势，就是咱今年无圣诞爱宴。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取消圣诞的晚宴所以拄则陈牧师有讲，圣诞爱宴的时候，伊爱提供迄个摸彩奖品真歹势啦今年无互你有这个机会，总是今年无法度甲你请到咱等的牧师2位牧师的代表咱建成教会，请因食饭啦因提供的奖品我着阮3个囝代替咱大家来抽啦。牧师妈妈有份啦阮着家己来抽奖，看因到底是提供啥物好的奖品安尼，阮嘛足期待。第4点就是讲，拄则讲我是将陈牧师即礼拜硬口来，就是讲因为12月
牧师地牧师原本是爱代表台湾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来去做到伫逐所在去募款安尼。总是我就特别邀请伊来，所以对遮因为地牧师是我属灵的老爸啦，是我和伊个牧师属灵的老爸。阮对初信。阮是初信了后，阮就是听伊的讲道，听到中大新人，然后去做成学生安尼吼。成少年，所以虽然地牧师毋是伊会常常来，总是有时啊拢是阮两个牧者有外出的时候，我们有任务的时候请伊来代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听到他的郑牧师的讲道，所以也是很怀念呐哈，很怀念听他的讲道，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做伙来笑脸伊的讲道，搁请伊来讲道者。所以呢，因为对伫台湾圣经公会的歹势吼，牧师家己本身真歹势，地牧师对因也真歹势，所以我就代表圣经公会来遮做一个报告啦，做一个报告，因为台湾圣经公会毋是属伫咱本宗的机构，因为咱的中执会有议决，捌有议决，就是咱会邀请一年有7摆总会、中会的机构来募款，是爱属伫咱本宗的机构。台湾圣经公会毋是属伫咱本宗的机构，所以无安排伫咱逐年的即个对外奉献的单位。总是台湾圣经公会因有真好的服侍，因对做圣经的翻译，因对做圣经的翻译有真好的工，搁有毋若圣经的翻译，搁有研经的课程。对伫咱已经从神学院毕业进入牧会现场的牧师来讲，因逐年拢有开设真侪圣经演习的迄个课程，互阮去上课，也相款也有一寡兄弟姊妹，你若有意爱。对读圣经、研究圣经有兴趣、有志意的兄弟姊妹，因逐年拢有开设课程，牧师拢会将因的海报搭伫个公布栏。你若有兴趣做即个研究的，会当去报名参加，也会当对因来奉献。你们可以上那个台湾圣经公会的网站。台湾圣经公会的网站都有很多的研经课程，他们也有很多版本的圣经。那还有就是你们如果有这个心意，想要对他们奉献，也可以直接透过他们的网站看他们的奉献方式。所以呢，今仔日做这个补充报告，给大家了解一下。以上。多谢牧师吼。那团契小新呢，这礼拜有团契要聚会，甲奉献免洗，请家己来看吼。咱来吟上吟508首。上吟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金丝线请地牧师甲咱来祝祷吼，来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诗。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听头，大家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个机构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
列岛避讳，